郭文泰早起一透早到中和的航路地来参拜，针对着家己女性的支持度落降。过去针对女性的言论，阁互民进党提出来甲炮轰。郭文泰是经替民进党只会当甲4年前讲过的话提出来甲拍。郭文泰讲，因医生拢是咧救人，伊想袂晓，哪会有一个行业，逐工拢想要害人咧？啊，阁有一份上新的民调，若是甲郭台铭嘛提入来做伙比拼，安尼郭文泰的支持度剩2成，甲侯友宜敢若差2%。日头大个炎，北上报道，民众党郭文泰会早来到中和航路地福德宫拜拜，带屈臣苑展现家母的气势。不过最近青年女性民调支持度溜落来，过去针对女性言论，嘛叫民进党轮流改革。他们只能拿那个4年前讲的话再出来打。我们医生都是救人嘛。怎么有一个行业，你知道吗？每天在想怎么害人。根据上新的民调，4卡对情形下，赖清德同款维持超3成3的支持度，暂时抢着头旗。郭文泰敢若剩2成，和侯友宜之间是相差无偌济。郭台铭是以15%输到到底。特别注意是，郭台铭独立参选，支持和无支持的人拢超过4成。首先可以回应一下民调问题吗？郭文泰到真进前，请用启用的北流中心，红压了1.9亿也未付清。蒋市府讲，上任了后才知影这件代志，职工的日数都要680班。上来以后发现这个钱不够用，既然钱不够，那北基地先盖，因为北基地有那个演唱厅嘛，把南基地先挪到北基地先盖，然后南基地我们再想办法去筹钱。大选得要到郭文泰过去的政治成就，马洪挑出来给民众替汉镜大检视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